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有效的照顧者，因為父母年紀漸長，又或者親人患上長期或者嚴重嘅疾病，我哋都可能會成為照顧者。而照顧者嘅角色非常之重要，要點樣先至能夠成為一個有效嘅照顧者呢？照顧者唔單止係提供身體上面嘅照顧，更加要學習點樣嚟到全人關懷，同時照顧對方嘅身心靈，亦都懂得自己照顧自己。我哋需要注意嘅係以下幾個方面。第一，係了解同埋尊重被照顧者，而其中傾聽就係好重要嘅元素啦。照顧者唔單止係執行任務，更加重要嘅係理解對方嘅情緒同埋需要。當被照顧者話我今日唔想食飯，唔好立刻勸佢食，而係先要問你今日係咪邊一度唔舒服啦？咁樣就能夠讓佢感受到被理解，而唔係被控制。另外係尊重自主，即使身體虛弱，作為被照顧嘅人，仍然有權利參與自己嘅生活決策嘅。讓被照顧者選擇今日着咩衫，係咪要沖涼，係咪願意參加活動，而唔係一味嘅為佢哋安排。我哋亦都需要了解疾病同埋狀況，掌握病情同埋照顧嘅細節，係有助於減少誤會同埋焦慮嘅。若果照顧者了解帕金遜症嘅症狀，就唔會因為對方動作緩慢而感到唔耐煩，反而能夠調節節奏同埋期望啦。第二方面係建立良好嘅溝通，用愛同埋耐心說話，語氣同埋態度比內容更加能夠傳遞關懷。當被照顧者忘記食藥嘅時候，與其責備佢哋點解你又忘記啊，不如講冇關係，我哋一齊嚟到睇下今日嘅藥單係點。另外，我哋可以用我嘅語言嚟到去表達，用我嘅語句能夠去減少指責感，促進咗理解。你可以表達我有啲擔心你最近嘅睡眠情況，總比你點解成日都瞓唔着啦更加容易讓到對方嚟到去接受。我哋亦都可以留意非語言嘅信號。被照顧嘅人可能會沉默、皺起眉頭、迴避眼神，呢一啲都可能係情緒嘅表現。當被照顧者唔講嘢嘅時候，同時係緊握拳頭，可能係一種焦慮同埋疼痛嘅感覺。照顧嘅人應該主動嘅嚟到關心，你而家係咪感覺到有啲咩唔舒服呢？第三方面，我哋可以學習照顧嘅技能同埋資源嘅運用，掌握基本照顧技能係大大可以提升到安全同埋尊嚴。例如，我哋學會點樣安全咁樣協助被照顧嘅人從床上移位到輪椅，避免拉扯同埋跌倒。我哋更加需要懂得尋求支援，照顧唔係一定要獨自承擔嘅，可以尋求專業又或者親友嘅協助。當你感到疲累嘅時候，可以請教會弟兄姊妹輪流嘅陪伴，又或者向社工尋求資源嘅建議。我哋更加可以運用社區嘅資源嚟到去減低照顧嘅壓力。我哋可以參加照顧者支援小組，分享經驗同埋情緒。我哋亦都可以使用喘息嘅服務，讓自己短暫嘅休息。第四方面係照顧者亦都需要自我照顧。我哋需要認可自己嘅情緒嘅。作為照顧者，亦都有權利感到疲累同埋挫敗。當你因為被照顧者反覆拒絕食藥而感到沮喪，唔好怪責自己，而係揾朋友傾訴，或者寫下日記抒發下。你亦都可以安排喘息嘅時間，短暫嘅休息能夠恢復身心，
可能每天固定有10分鐘，有靜坐，有聽音樂，有讓自己有片刻寧靜嘅時刻，都係非常重要㗎。亦都需要保持社交同埋靈性嘅支持，人際同埋信仰嘅連結係重要嘅支撐。每週可能同朋友飲下咖啡，參加下教會嘅小組，亦都會讓自己感受到被陪伴同埋理解。第5方面係培養靈性嘅眼光。如果我哋能夠從照顧裏面睇到意義，咁嗰份就唔係單單係一份嘅責任，而係愛嘅實踐。當你為被照顧嘅人沖涼、抹身，又或者餵飯嘅時候，呢個唔再只係完成任務，而係陪佢哋走過生命嘅每一日。喺照顧嘅歷程裏面，遇上困難係在所難免嘅，但係從中我哋會培養到耐心同埋同理。你可能因為被照顧嘅人係失智而感到挫折，但係亦都會學到點樣放低、控制、接納、改變。另外，與神同行係非常重要。如果我哋係有信仰嘅話，信仰就能夠成為力量嘅泉源。喺照顧壓力好大嘅時候，透過祈禱嚟到去尋求平安，感受到自己唔再係孤單面對。一個有效嘅照顧者唔係做得最多嘅人，而係懂得喺愛裏面同行，喺有限裏面去學習依靠嘅人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